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101篇，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101篇台笔的诗，我要唱慈爱甲公义的歌。上主啊，我要上赞你，我要谨慎行正直的路。你什么时才要来我遮？我要用正直的心伫宫内生活。下贱的事我拢毋看，背逆上帝的人的所做，我真厌恶。我毋互伊目着，冤巧的心思我拢无爱，一切歹代我拢拒绝。暗中诽谤厝边的人，我要甲伊毁灭。目头悬、心骄傲的人，我袂容忍。我要眷顾国内忠实的人，互因甲我做伙住。我要互行正直的路的人服侍我，诡诈的人袂用得住我的宫内，白贼的人袂用得徛伫我的目睭前。逐早起，我要毁灭国内的歹人，将所有做歹的人对上主的城消除。今天这首诗篇，是大卫的诗篇。那有人认为是列王纪上第1章，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当王的时候所预备，让所罗门被立为王，并且对他的提醒。但也有人认为这首诗篇101篇是来自于撒母耳记下的第1章到第2章，是大卫自己本身和扫罗王之间在扫罗死后，那大卫他被设立为王，成为犹大王，然后这个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当中，大卫他成为以色列的王。好，那这首诗篇101篇是一首君王诗，或是讲到统治者的诗，讲到成为一位王，他所要就任，他要受职，他的许诺，他的承诺和诺言。这首诗只有短短的8节，我们可以分成2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是第1节到第4节，讲到君王他追求的纯正。第1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以纯正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歪曲的心思，我必远离；邪恶的事情，我不知道。这首诗篇，里面提到了一个君王，他在不论他是刚刚就任，或是他把这个王位传给下一任王，那他是很清楚的宣告，这个成为一个王并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要歌颂慈爱和公平。这个慈爱它的意思指的是指接近于旧约的这个阿嘎佩的爱，是一种意志坚定的爱。好，那这个爱呢是神的爱，是一种公义，以公义和平为基础的慈爱怜悯。而第二，这位王呢，要用智慧来行完全的道。那这个完全的意思呢，就是指正直。那这个字呢，在第7节会出现，但第7节第6节，是翻译成正直。好，那这个完全的道呢，也代表着单纯。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以纯正的心行在我家中。那在这一首诗当中提到这个王呢，他知道神对于慈爱、公义，还有呢要以完全来吸引上帝的同在，就是要以纯正、正直、单纯的心来成为一位王，来治理上帝的百姓。第3节，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的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邪僻的事指的是这些不重要的事，原文是不重要、没有用，
或是一些具体的恶事，好，把它翻成邪僻的事。那这些王呢，对于这些恶事呢，好，他连看好都不去看他，好，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被他所引诱，被他诱惑，好，不是说不理他，而是不会被引诱，不会看上眼。而歪曲的心思我必远离，邪恶的事情我不知道。好，这个不知道也可以翻成不认识哦。好，就是这个王呢，要保持他心中的纯正，因为呢，这是一个向上帝歌颂慈爱，要保持他纯正的心，让上帝吸引他的同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位王他用慈爱歌唱神的慈爱，神的公平，并且用智慧来行完全的道，就是他经过慎思、留心、留意，知道神所爱的，然后他来吸引上帝的同在。所以这一首诗让我们看到前半段，这个王呢，身为一位君王，他应该要有一个品格、品性，就是纯正，就是完全，而且要有智慧，而不是这些邪僻的，常常说一些不重要的话，没有用的，做没有用的事情，或是行恶，或是成为一个悖逆的人，就是反叛，或是偏离了正路。不容许这些歪曲、扭曲、乖僻、邪恶的事情，他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前，在他的路上啊。第5节到第8节是第2段，讲到一个君王他所选择的臣仆，以及他所带领出的百姓子民，他如何的赏善罚恶，以及来坚定他王的作为。第5节，暗中残害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忍。我眼要看顾地上诚实可靠的人，使他们与我同住。行正直路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言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地上所有的恶人，把作恶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全都剪除。那第5节讲到这位王呢，他不是只有独善其身，他不是只有维持自己跟神的关系，甚至他要成为一个王，就是要来治理，就是要来管理。所以在王的掌权之下，当中如果有陷害邻居的，或是眼目高傲、骄傲、心里骄纵的，那这王呢，要将这样的恶人来灭绝，也不容许这样子目中无神、目中无人的人，在他的王国度当中，来玷污在百姓的身上。而第6节，王说：我眼要看顾地上诚实可靠的人，使他们与我同住。行正直路的，他要伺候我。所以这个正直路，好的，这个正直呢，跟这一篇的第2节行完全的道，那个完全，两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好，那指的呢，就是神的性情，指的呢，就是指这个正直、单纯、完全。好，那这是一个与神同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王呢，他也要同这些正直人一起来服侍，他不要选择这些乖僻的、骄纵的、歪曲的、邪恶的、悖逆的即便能力再好，但是他的品格不对，那他一概不用，一定要是一个正人君子，跟上帝有正确、和谐、美好的关系。第7，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言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所以这王很有智慧，他知道他要看出人谁心中的诚实纯正，而是看出谁心中是带着恶念、带着私欲、带着诡诈、邪僻，还有歪曲的心思。好，那他必不录取，也不让他在他家中来玷污了、影响他的家人。第8节最后一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地上所有的恶人，把作恶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全都剪除。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宣告，好像这个法院的审判呢，每天开庭，而且呢每天都判刑，每天呢都执行，都来行刑了。
好，意思就是说，好，是一个追求圣洁、追求完全，不容许这个罪呢，好，在这个王的国度当中，好，多待一天哦。好，那我们知道，这对照我们现在的台湾国家社会的这个司法系统呢，好，很多的判案判决呢，好，根本没有办法每早晨来处理，好，一拖呢可能都是好几年，官司呢不断的打官司，然后黑的讲成白的，白的讲成黑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到这个诗篇101篇，好，那前面讲到一个君王，他应当要有什么样的品格品性啊？第一节说要追求慈爱公平，第二节呢，好要学习啊，并且要实行神完全的道，然后3、4节讲到要远离一切的恶事、恶人，还有这些的邪恶的这些的品格，好，那不让他在他的眼前或是来玷污影响他。后半段讲到这个君王，不论是在他自己的家中，在他的城中，甚至在国家当中的治理，他都是要来行使啊神的要来唱出神的慈爱和公平，好，他要经过慎思，经过留意，用智慧来行完全的道。好，所以他说他要来除去这些的恶人恶事，好，不容许在他家中，而他要来亲近这些诚实可靠的人，跟他一起来住在一起。好，那身边服侍他的呢，都是行正直路的人。所以我们看那个台积电好的这个价值，台积电的这个公司的价值哈，其中一项就是讲到正直，在台积电的文化，好，就是没有收受，没有走后门，没有收贿赂，好，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每个事情做到好，好，那也是出自于圣经的一个价值观了。好，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君王在他的家中、城中、国中的治理呢，是每一天好都要来做服侍，把这些的恶人除去，然后呢，把作恶的都从城里面来剪除。好，那相对的就是来保护义人，就是来支持这些行善的人。虽然这跟我们今天的社会或是我们今天所期待的有落差，好，那但是我们也求上帝让我们有智慧。特别呢，不论是大卫的诗篇，是大卫接下扫罗王的这个棒子，或是呢大卫要将这个国家的治理的棒子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好，但是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自己让来接棒的人呢都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能够用智慧来行完全的道。同时也能够用纯正的心来行走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城中，在神的国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歌唱你的慈爱，歌唱你的公平。我们要用你的智慧来行完全的道，要用纯正的心求你以纯正的心，让我们能够行在我们自己的家中，使我和我家都能够如此的侍奉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们远离一切邪僻的事、悖谬的人、歪曲的心思、邪恶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中出发。也求你让我们知道诚实的可贵，也能够与诚实的人相交，能够与诚实可靠的人同住，让我们一同来奔走天路，行走在神你的正直完全当中。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日的反省，那么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这其中，我们都要高兴欢喜让神你的爱，让神你的公正公平，能够每一天充满在我们的生活起居、我们的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